来看高雄南医5周年啊，高雄来有超过570万民众去参观，庆祝5周年，唔但点出高雄南医对甘蔗园到博物馆的变化，嘛有互动的地图，要招民众做伙来了解在地文化。用手持电脑荧幕，家己的历史一幕一幕播出来，完整的影片说明，佮加上音乐，而历史若亲像咧耍电动。这种数位化的展览内容是高雄南医后一个5档要来努力的目标。在未来一定会继续努力来发展5G、8K、AI 以及 AR、VR 等等这样的一个高科技，把文物呢送到你家，送到你的电脑里面。今天南下，所以就想说顺便来看看这样子。对啊，没想到比台北的故宫还要好很多。高雄南医2015年的12月28号开馆，拄满5周年，特别举办几多项展览甲活动，邀请各界人士来参加。其中为当初到今麦的志工有真深的感受。一开始我们对策展来讲，可能就是我们的志工和我们的策展人员配合的默契还不够。不过现在这样子5年的 run 下来之后呢，大家对于这个各方面，包括导览方面，然后跟策展人员的一些配合的。他策展的理念，我们都能够更容易掌握，对，然后也可以提供我们在地的居民还有更多的资讯这样子。为要让来到家己的民众会用更较方便，南医嘛甲高铁的公车合作，让民众会用直接坐车就来到园区内底。很方便，就是可以直接从那个高铁直接坐过来，以前都要这样子坐到医院那边再走过来。搭车比较方便吧？对啊，因为搭车可以到园区里面，对啊，就省下走这一段路。为了要摆脱一开始蠓仔馆的歹名声，高雄南医5档内已经举办超过51档的展览，累计超过570万的参观人数。高雄南医指出，这个场所较宽，会用提供的内容较多元。未来除了北院的物件，嘛会继续参其他博物馆合作，让南部的民众会当看到高雄以外的典藏和文化的丰富性伫南部定根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